年要到啊，真侪人拢会出去佚佗。为着伫咧云林古坑草岭，或者民众甲游客有充足的医疗资源，云林县伫咧草岭的旅游资讯服务中心启动头一个急诊的医疗站，由台大病院等等6间病院来轮值。医护人员进驻的时段是每礼拜5一礼拜。除了提供旅客即时的医疗以外，嘛希望强化当地居民就医的利便性。目前按算成7万一年。最近草岭樱花开始开啊，逐工拢有超过3000位旅客来山顶看樱花。若是过年期间，拢会超过上万人。为了要加强当地偏乡的医疗资源，云林县伫草岭旅游资讯服务中心启动假日的急诊医疗站。有医疗的所在啊，咱的四大人就免烦恼，咱会使讲伫遮就会当就近，唔免讲来去倒转拢爱几工的时间。云林县呢，虽然医疗资源不足不均，但是我们的6星共照所有我们6大医院通力合作，而且要上山来啊。县府讲，草岭急诊医疗站由云林县内6间急救责任病院轮流来值班，包括1位医生、2位护理人员，会伫每礼拜5下昼5点开始，一直到礼拜下晝5点，提供急诊的服务，以后在地居民看医生较方便，省7万一年。也就是全台湾的这些资源不足，或甚至这样子在假日的时候比较偏远的地方怎么办？那所以很高兴呢，在我们的争取之下，那我们台大就连同我们的几位伙伴那我们就申请这样子的计划，又是能够把这个地方守护起来。云林县政府讲，伫最近149架道路修理好势了，带动草岭当地观光游客数量，偏向医疗甲游客安全是更加重要。由卫福部支持，投入1000多万的经费，成立草岭急诊医疗站，希望山区偏向的医疗袂因为交通因素限制，做到在地就医治疗甲照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